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字，昨昏小解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继续小解这字，母合起来就是阿母，这就是妈妈老母的意思。这个母是文音，冇人读做庙。庙就是对女性时代的尊称，像咱讲姑庙、姨庙。另外妈祖，咱尊称讲是天上圣庙，啊那白音读做母。母是女性时代的称呼，嘛是动物讲的颠倒变的词，咱就是讲母的，像讲弟母，也有阿母。另外混化做代志源头的意思，像咱讲病母、钱母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称母。古早认为讲，这就是眠床神，会当保庇红婴仔、幼婴仔平安大汉。另外，咱人的身躯胎记，伫咧古早就讲是称母做记号。第二个词，扣囝母，这就是三伯做三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古早医学无即马遮尔发达，若是要生仔，拢都爱赶紧请扣囝母来厝内扣囡仔，就是接生。古早人认为讲，囡仔出世3天后，还有七夕，其他重要的节日，拢爱拜称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母，这是白音，文音读做母，或者是庙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